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幸福的家庭是一个基本的人权，咱每一个人拢有权利通生活伫一个幸福的家庭内面。因为这个缘故，联合国有定一个叫做国际家庭日。毋知咱知影国际家庭日是倒一天无？我记甲真清楚，5月15。因为我若将这个日放袂记日，我就害啊！因为阮某住迄日生日，所以对我来讲真好记。5月15国际家庭日，家庭是咱分享欢喜甲疼的所在，家庭嘛是互咱会通得到安全、保护、支持甲供应的所在。不过，咱知影伫人世间，毋是每一个家庭拢安尼，有的家庭有侪暴力，有的家庭有侪破坏，有侪人你受伤是伫你的家庭中间。也因为这个缘故，莫有人安尼起笑讲，什么叫做家？什么叫做家？家庭的家。中国出名的大文学家鲁迅，伊安尼讲，伊讲家这个字，不过是伫厝底下带一只猪。伊讲即个字，咱家看，古早做字的时阵，就是顶悬一个厝顶宝盖头，然后下面的所在是一只猪。毋知咱有注意到即个字无？意思是讲家庭无啥物重要啦，只不过是一群猪踮伫内底。不过咱若知这是农业社会做字做即个家庭、即个家即个字的时阵，咱就通知即个猪。对着农业社会经济非常的重要。对着古早人，特别是农业社会人来讲，一只大巴肚的猪，就是因经济的基础。互一个家庭内面会通伫经济有够业，会通得到安全感。所以，这个字做字是要讲，家庭是提供咱会通感受到安全的所在。咱大多数人世间的家庭，拢甲着咱自然的血缘关系有关联，总是构成家庭的重要要素，绝对毋是干那血缘。家庭会通承载超越伫自然血缘之上侪重要价值。伫咱基督教信仰中间，家庭有一个特别的价值。咱讲上帝的国，就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。咱会通过耶稣对着家庭的教导，互咱一方面会通对着家庭来了解上帝国，一方面咱会通对上帝国倒来了解咱的家庭的价值。首先，咱知圣经肯定家庭的价值，所以用家庭来比喻上帝国。上帝被称作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。对亚伯拉罕到以撒到伫雅各，这拄拄是一个家庭的传承。伫旧约圣经中间，以色列百姓常常被称作是雅各的家，也是称作以色列家。所以，这个家这个字，对一个原本的一个家族，延伸到伫整个的国家民族，这是旧约咧讲到以色列家，咧讲到家庭的时阵，要紧的一个观念，总是旧约敢若限定上帝的国，敢若亲像以色列家这个范围尔。但是到伫新约圣经中间，耶稣教导咱一个要紧的道理，讲恁安怎认捌上帝？当你要认捌上帝，你要向上帝祈祷，要向伊讲话时阵，恁的第一句话是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阮伫天里的爸。这个称呼表达上帝是咱所有的人。伊祈祷的人生命的一个源头，也咧表明讲，这位上帝无离咱远远，这位上帝是甲咱每一个人会通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，亲像老爸甲囝儿一样。耶稣是这个天父、这个属灵的大家庭中间的中兄、的大兄，咱拢会通成做这个家庭中间的兄弟姊妹。伫耶稣的教导中间，一个特别的所在，就是天父上帝家，无搁再亲像旧约圣经内底，敢若局限伫雅各的家，也是以色列国家。
是包括外邦人，包括所有上帝所创造，也所有上帝所救赎的人。但伫今仔咱所读的经文中间，要甲咱讲，咱安怎来进入到伫上帝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内底，来成做其中的一份子。这段经文甲咱讲，耶稣上山，然后照着家己的意思叫人来，然后互因来到伫伊的面前，来设立伊的门徒。这是属灵的家的一个开始。耶稣凭着伊的主权，照着伊的意思，呼召上时竞选人来上群伊，来教示因，上帝就是恁的阿爸爸，来起造一个属灵的大家庭。这个门徒会通成做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基本的成员，毋是因为血缘，是因为上帝恩典的呼召。伫咱人世间家庭的组成，大多数拢是靠着血缘关系。总是耶稣所起造这个上帝国属灵的大家庭，无受到血缘关系的限制，也无受到社会改善的限制。耶稣的门徒对无同款的社会背景，也对无同款原生的家庭来。有的人原本是掠鱼的，有的人原本是伫宗教的改革，有的人原本是社会的边缘人，互人看轻的细利。嘛有人原本只不过是一个妓女。但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有无同款血缘的关系，像是无同款社会的改善。意思是讲，天父上帝这个大家庭是所有人来开放。但耶稣呼召门徒，目的要来起造伊个大家庭，其中有一项非常要紧，伫这段经文中间所讲的，是要常常甲因同在，要甲因做伙。同齐做伙，同在，这是家庭介重要的一个感受，的一个感觉。咱会通倒来到伫厝的时阵，咱感觉温暖，是因为这个所在有人在陪伴你，有人甲你同在。那伫这个属灵的大家庭中间，咱讲伊是属灵的大家庭，是因为咱会通感受到上帝的神甲咱同在，咱会通感受到耶稣基督甲咱同在。成做耶稣这个属灵的大家庭的家人，就是咱甲耶稣同在，咱感受到耶稣甲咱同在，咱会通甲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咱会通经历伊常常甲咱三角地带。第一项要紧的就是同在，若无耶稣的同在，咱袂通成做上帝大家庭中间的一份子。但除了同在以外，耶稣呼召这门徒，也阁有一个目的。伫这段经文中间讲，要找因去传上帝国福音，常时互互因官兵来赶鬼。上帝国属灵的大家庭是有使命感的一个家庭，伊毋是一个 club， 伊毋是一个俱乐部，伊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一个团体。伫这个团体中间，每一个人有伊的管理，每一个人嘛有伊的责任。咱会通得到这个管理，成做上帝的囝。咱嘛有一个责任，爱做上帝好的囝。咱成做上帝属灵大家庭中间，是因为咱来回应耶稣对着咱的呼召，伊讲来跟对我，咱跟对伊来加入伫这个家庭中间，咱体会到耶稣甲咱同在，咱感受到咱甲耶稣同行，同时咱甲耶稣同工。这个同在、同行、同做工。这是伫这个家庭中间最重要的一个特色。但伫旧约圣经中间，雅各的12个囝，落尾构成12个支派，因的后代也构成雅各的家，也是以色列家。但是到伫耶稣的时代，耶稣竞选12个门徒来起造上帝的家，这个门徒来延续耶稣上帝国的事工，将福音传到伫外邦。将属灵的家传到伫外邦的境界。伫圣经中间，12这个数字是天的数字是3，地的数字是4，3乘以12，3乘以4等于12。这是咧代表上帝对天顶地下完整的一个安排，甲一个特殊。所以耶稣竞选12个门徒，毋是干那竞选一个门徒。咱爱记住这点，耶稣毋是竞选一个门徒，伊有竞选12个门徒。像是这个12，伫这个所在有上定完整的安排，甲着伊的特殊。
即个要提醒咱一项代志，属灵的家庭绝对毋是你家己一个人甲上帝的关系，毋是你家己一个人甲耶稣的关系，包括你甲其他的门徒中间的关系，包括你甲其他的兄弟姊妹中间的关系。伫一个健康诚实的信仰，绝对毋是干那为咧强调我甲上帝的关系。是伫你咧强调你甲上帝关系中间，你甲上帝关系安怎会通成做你甲人、甲其他的兄弟姊妹、甲其他的门徒中间的关系？伫即个属灵的大家庭中间，咱通过甲耶稣基督结连，咱也伫耶稣基督的听内面，甲咱其他的兄弟姊妹三角结连。若无，就袂通构成一个健康、像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家庭。但耶稣基督传扬上帝国的家，总是伊却受到伊所属人世间的家庭、伊的家人的误解。上时也遭遇到当初时以色列家这宗教领袖对着伊的误解。伊原本这个血缘的家庭中间的兄弟，包括伊的老母，因为听起人讲起耶稣，认为耶稣已经成经失常，也是讲伊已经狂癫。若是以色列家的宗教领袖诬告耶稣讲，你咧赶鬼，你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咧赶鬼，就是咧讲到耶稣咧传上帝国福音的时阵，专心全力来投入，有的时阵甚至无用到连食饭的时间也无。所以声音传到伫伊的妈妈甲着伊的兄弟姊妹耳中，因认为讲耶稣敢若精神失常，已经狂癫。但耶稣伊的兄弟甲着伊的老母玛利亚，看重人世间家庭的一个价值，这是我的大兄，这是我的囝，人竟然讲伊是精神失常，所以因想要将伊甲伊掠倒去处理。因无法度了解耶稣是安怎为着上帝国，遮尔狂癫，也是讲遮尔尽心尽力，是安怎会通将伊所有的时间甲精神，拢投入伫上帝国的工程内底。所以因想要用人的亲情。血缘的亲情来将耶稣甲伊带倒去，因的理解无出于恶意，因是出于善意，因是出于血缘即款亲情的关系，要期待耶稣毋通阁互人讲伊是精神失常。当咱来跟对耶稣的时阵，咱血缘的亲人有的时阵因为无了解属灵的代志，无了解属灵的大家庭，所以有时阵嘛产生一寡犹疑，甚至强烈的反对。过去伫台湾常常有一句话讲：信基督教，死无人靠。毋知你捌听过去无？我阁听着一句话讲：恕我食，恕我穿，恕我欠小免刑。这是当初时咧伫台湾咧传教时阵，咱的文化、咱的家庭背景中间，对着基督教信仰一种的排斥。有一个父母因为惊伊的儿女信基督教了后，有一天因若过往。因的儿女袂当为着因立新主牌来拜因，所以这父母咧想尽办法禁止儿女到伫教会，也特别禁止因爱接受洗礼。甚至有的父母主动因的囝到伫教会，到一款的地步，讲你若搁去我教会，安尼我就要甲你切断爸囝的关系。我要听你一个故事，讲伫台湾有一个青年人，因为受到感动，常常伊也去教会，伊老爸不准伊去。所以有一届，将伊绑伫即个咧拜拜，即个新主牌的头前，即个红架刀啊。总是即个青年人，伊真正受到感动，请伊爱去到伫教会，所以将即个红架刀派伫骹脚边，然后开始去教会。伫中国世纪有一个出名的信徒圣法兰西斯，即个人足值得咱注意。无论你对着修道院的了解，也是讲你对着现主时生态了解，这个人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。当伊的老爸是一个卖布的人，厝内底非常好业，非常有钱，希望伊的囝有一天会通继承伊的产业。总是法兰西斯互上帝呼召，伊意爱的军队耶稣。有一日，伊伫一间修道院细间破旧的小个即个拜堂内底咧祈祷。伊仰望十字架的耶稣的时阵，听去有声对伊讲：“你来守护我的教会。”伊就讲上帝爱伊来补这间细间的教堂，所以就将伊家己原本骑一只马卖掉，然后将伊的钱捐献予教会，然后阁无够，伊就
去人募款，然后也甚至爱人捐石头互伊，甚至也为了这个缘故，伊去学建筑，看要安怎来起厝，希望通过安尼，伊会通来重建一间教会。伊即款的作为，对伊的厝内底的人来甲伊看，就敢若亲像咧起笑共款，圣经无正常。所以老爸就派人将伊甲抓倒来，抓倒来，佮甲关起来，然后关一段时间了后，较甲伊讲话。华人西斯甲伊老爸讲：我真实听去耶稣基督对着我呼召，我愿意放下我所有一切，我会当忍受一切。伊老爸听了愈受气，对伊讲：你所有的物件拢是我互你的，包括你身躯穿这领衫嘛是我互你的。你若真正要继续安尼，我就甲你切断一切爸囝关系，我无搁要再供应你所有任何一个物件。华人西斯听见老爸即款的声，伊当场将伊身躯所穿的衫甲伊脱起来。伊讲：这领衫若是你互我的，这领衫我还你。对打以后，我只有一个老爸，就是创造我、供应我，也疼我的阿爸爸上帝。毋是华人西斯要爱甲伊老爸切断关系，是老爸用这个要来切断伊关系。上帝无反对咱自然血缘的关系所构成的家庭，总是自然血缘的家庭有的时阵会强烈来反对上帝的家。这个时阵，人的对敌就是你厝内底的人，毋是讲你厝内底的人原本是你的对敌。是因为有人，因为血缘的关系，因为人世间的价值的关系，伫这个所在，你反对上帝，用这款激烈的言语来切断关系，结果造成无好的结果。那如果讲耶稣的血缘的家人对着耶稣有误解，认为是精神失常，那呢当初是以色列家的宗教领袖，对着耶稣搁较无客气。甚至扭曲耶稣所做的代志。咱伫福音书中间看见耶稣常常有赶鬼，然后这个人就认为讲耶稣赶鬼是靠着一个鬼王叫做别西卜。别西卜这个名真特别，因为这是迦南宗教中间对着魔鬼撒旦的称呼，所以称伊是鬼王。撒旦对圣经、对旧约到的新约，咧甲咱讲，撒旦是一个什么款的存在？伊是一个抵敌上帝的欺骗者、引诱者，然后是一个试探者，然后是一个攻击者。伊会引诱咱来离开上帝，伊会引诱咱来去犯罪，目的是要互咱离开上帝。当咱离开上帝的时阵，伊才来攻击咱，用这款欺骗的手段来引诱人、试探人，互人离开上帝，相时抵敌上帝。这是魔鬼撒旦所做的工。但耶稣是上帝的囝，伊咧赶鬼的时阵是靠上帝的神来赶鬼，所以讲我若是靠上帝的镜头啊、上帝的神来赶鬼的时阵，是表明上帝的国临到伫恁中间。总是这个人因诬告耶稣是靠鬼王来赶鬼，直接来攻击耶稣，来扭曲伊所做的工，想要将伊已经伫这个民间中间，大家对着伊的声望来甲伊拍败。面对这款的指控，耶稣用国、用家来做比喻来说明。伊讲一个国家若家己纷争，这个国家就徛袂牢；一个家庭若家己纷争，这个家庭嘛徛袂牢。伫这个比喻中间，耶稣将撒旦的关系比喻一个国，比喻一个家。撒旦是一国之君，嘛是一家之主。是伊的国、伊的家内面的王。耶稣指出，若是撒旦来攻打家己，那安尼伊就无法度徛在，的确会被捕。但耶稣这个比喻真清楚，是要表明我打这个赶鬼，毋是靠着鬼王咧赶鬼，毋是撒旦咧攻击撒旦，毋是大鬼咧掠小鬼，毋是大尾罗麻咧赶抓小尾罗麻。相对来讲，伊是靠着上帝的神。上帝的气力，上帝的能力，入去到伫撒旦原本掌权的所在，耶稣称这个撒旦正做一个勇猛的人，一个壮士，进入到伫这个壮士的家，然后将伊拔掉，通好将互这个撒旦所控制的人，互这个罪恶所捆绑的人，
会通得到自由。通过这个比喻，耶稣清楚要表明，我赶鬼，毋是对伫其他的规律，是对圣神来。上帝国临到，就是要来打败，要来克服这个魔鬼撒旦黑暗的势力，带来真正的光明，甲着拯救。救赎是一场的征战，这场的征战遮尔严格，到底耶稣就爱定死一个。救赎是上帝的国甲撒旦的国，是上帝的家甲撒旦的家，是上帝的权能甲撒旦的关系，是圣神的溃裂甲邪神溃裂中间一场的战争。亲像保罗先生常常提醒咱的一项事，当咱做一个基督徒，无搁再是甲属血气的人在征战，咱是甲遐执政者、掌权者、管辖这个幽暗的世界、天空属灵气，这个邪神恶魔在征战。魔鬼撒旦想尽办法要试探耶稣，要阻挡耶稣，用这个世间各种的荣华富贵甲权力，要来阻碍耶稣行十字架救赎的道路。耶稣不管时爱甲撒旦不断伫这个所在交战，耶稣侵在撒旦的诡计，甲着伊的残忍。耶稣讲：我是靠上帝圣神的溃力来征战，所以伊也严厉警告遐诬告伊宗教领袖，甲因讲：恁亵渎我不要紧，恁诬告我不要紧，总是恁若继续亵渎圣神，那安尼恁袂通得到赦免，恁就担当永远的罪。将圣神的工作讲做是撒旦的工作，这是一个扭曲的心态，无法度得到赦免。伫属灵的代志顶悬，咱就爱谨慎，咱就爱细腻，毋通因为家己的偏见，毋通因为家己的固执，对着圣神在所做的工产生一种错误的判断，甚至敌对的这种意念。当咱安尼做时阵，咱得罪圣神，咱家己毋知。但耶稣这段话，互咱知影。毋是所有灵界的家，拢是上帝的家。有的属灵的家是撒旦的家，毋是上帝的家。当咱正做上帝的家内面的儿女的时阵，咱有可能会遭遇对撒旦的家，遮的人会对着咱的攻击。咱也因为这个缘故，咱就爱斟酌，就爱细腻。但耶稣迄款的亲人要将伊救倒去，耶稣所属以色列家，遮的宗教领袖扭曲伊。互耶稣有一个机会来表明上帝一家的意义。耶稣用一句非常简单，总是非常有气力的话来表明伊所要起造上帝国属灵的大家庭。伊安尼讲：，那照天父上帝旨意来行的人，就是我的兄弟，就是我的姊妹，就是我的老母。耶稣属灵的家庭，甲魔鬼撒旦征战。毋也是甲魔鬼撒旦的家征战，伊也爱甲着人世间用血缘关系所起造的家庭，有一条清楚的界线。这条清楚的界线，就是天父上帝旨意。耶稣要出世伫人世间的家，所以嘛要感受到人世间的家庭这种的温暖。总是耶稣，伊是上帝的囝，伊的心用天父上帝的家，诚做伊的顾念。当少年的时阵，伊捌一届教着伊的父母约瑟，教着玛利亚，对着因到伫耶路撒冷伫个所在咧过节，过节。但玛利亚教着约瑟，因倒去了后，无将耶稣带走，反倒当想讲伊甲其他的亲人做伙，然后行一日路程了，发现耶稣无甲因做伙，因着慌慌张张倒去到伫圣殿的所在找耶稣。发现耶稣教着伫这的文士、这经学士伫个所在咧讨论圣经。就玛利亚看见耶稣的时阵，就甲耶稣讲：“我的囝，你啥事愿做这项事？你看，你的老爸甲我伤心来找你。”耶稣迄个时阵对着玛利亚应答讲：“啥事找我？敢毋知我应该踮伫我的爸的厝吗？”华文的圣经是安尼翻译讲。为什么找我呢？岂不知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耶稣毋是无照顾家己的老母，耶稣毋是无关心家己的家庭，总是耶稣对着耶稣来讲，人世间的家庭重要，总是伫伊人生的生命中间，伫整个永恒上帝大创造的世界中间，有一个家庭更较要紧，天父上帝的家。
耶稣关心天父上帝的家，较赢伊关心伫人世间的家。但耶稣的老母甲着兄弟听见人安尼讲，讲耶稣已经狂癫，想要将伊揪倒去的厝，这是出自因迄源亲情的关怀。总是耶稣也通过这个机会，伫这个所在来宣布，伊所要起造上帝的家，这个属灵的大家庭。讲，那遵照上帝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家庭。咱会通甲耶稣同做成做一家人，咱若是照上帝的旨意来行。耶稣安尼讲，毋是要否定自然家庭的价值，毋是，绝对毋是。总是要甲咱讲，咱除了这个人世间的家庭以外，咱也相信上帝。咱也用上帝称做咱阿爸爸上帝。那安尼，咱除了人世间的家庭以外，咱有一个用天父上帝做咱阿爸爸上帝，这个属灵的大家庭。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有伊永远的价值。咱伫人世间的家庭，拢有一段时间，咱会结束。总是这个属灵的大家庭，伊有永远的存在的价值。伫咱大多数文化中间，血缘关系是家庭甲社会基础。上帝嘛看重这个家庭甲家庭中间的责任，认为是介重要的义务。上帝嘛重视这个，总是耶稣却要甲咱讲，有比这个佫较悬、佫较要紧，比一切人际关系佫较要紧的一个关系，是咱甲上帝中间的一个关系。人世间的家庭往往会因为血缘的关系，也因为人的血气的关系、人的肉体情欲的关系，有的时阵会阻碍着人去认捌上帝。有的时阵会去迫害着人，要军队咱的主的真理。因为人的情欲会违背上帝的旨意，所以耶稣安尼讲，人的对敌有的时阵就是你厝内底人。耶稣佫讲，你若听你的父母，较赢听我，你袂堪得做我的门徒；你若听你的儿女，较赢听我，你袂堪得做我的门徒。伯拉罕会通称作信心的老爸，毋但是伊听起上帝对伊的呼召。伊离开的故乡，到伫上帝所指示的所在去，嘛是因为伊听起上帝讲，你着将你所听的囝献予我。若是亚伯拉罕听以撒，较赢听上帝，伊无可能献。总是当伊做一个信心的老爸，伊相信上帝的公义，相信上帝的听，相信上帝有互人搁活一款的权能，伊欢喜将伊心所听的以撒献伫上帝的面前。伊无丧失以撒，伊反倒当得到以撒。耶稣的家人要将耶稣揪回人世间的家，这是人的忠情。总是当因安尼做时阵，因有可能阻碍耶稣所要起造上帝的大家庭。若是耶稣无互人世间的家庭来限制天父上帝的大家庭，伊无互人世间这个家庭的感情较赢伫上帝的旨意，反倒当伊要做一项事。就是引带人会通对血缘的家庭进入到伫上帝的大家庭，得到上帝的听，认捌上帝的旨意，认捌上帝的真理，互上帝的听，上帝的旨意，上帝的真理，会通因为你的缘故，倒来到伫人世间的家庭内面，互人世间家庭侪侪问题会通得到解决，互人世间侪侪家庭中间所造成的伤害，会通伫上帝医治中间得到医治。一个人若听父母，无拄拄会听上帝，总是一个听上帝的人，的确会听家己的父母。10条诫中间，上帝互咱一条诫命，就讲了非常清楚，就孝敬你的老爸，就孝敬你的老母。一个有人世间家庭的人，无拄拄有机会会通进入到伫上帝的家庭，总是有上帝家庭的人，的确会去珍惜伊伫人世间的家庭。咱知耶稣的老母，到伫落尾军队耶稣；耶稣的兄弟雅各甲犹大，落尾也军队耶稣，因拢加做耶稣上帝国大家庭中间的一份子。我一生，互我感受到安慰的一项代志，就是我做基督徒了后，我的老母甲我的姐姐，因为我做一个基督徒，做一个牧者，对着因的关心。到伫落尾，甲我同齐来信耶稣。属灵的家庭的关系超过伫咱世俗的局限，但是毋是要看低，也是贬低咱自然家庭的价值，是要互咱看见人世间侪侪家庭的种种的限制。
咱甲咱的父母中间，是咱人世间中间生命中的关系，但是毋是介起头，嘛毋是介伫落尾。你的老爸、你的老母，毋是阿尔法，毋是欧米伽，只有上帝确是生命的阿尔法，生命欧米伽。咱甲天父上帝的关系，才是咱生命介原初、介落尾的一个关系。咱若跟对耶稣，是要对咱迄原的关系，即个家庭，进入到伫天父上帝即个灵性生命的大家庭内底。因为耶稣的缘故，所以咱基督徒毋仅是有人世间的家庭，咱会珍惜，咱会好好来照顾。同时，咱也有天顶阿爸爸上帝的家。伫这人世间中间，教会的价值就显明，因为教会保罗先生称伊讲。教会就是咱还阁活伫即个世间的时阵，上帝的家。希伯来书要将耶稣甲着摩西做一个对比。伊讲摩西是上帝的家尽中的奴仆，总是耶稣比摩西搁较尊贵。敢若亲像起造厝体的比厝体搁较尊贵，因为厝体拢是有人起造，但是起造万米的是上帝。摩西所尽忠上帝的家，敢若限定伫雅各的家、以色列的家，那是基督所起造上帝的家，是整个的人类，像是整个的受造的物。摩西是用上帝奴仆的身份来管理上帝的家，那是耶稣基督是用上帝的囝这款的身份来治理上帝的家。咱若对耶稣有毋望，咱有好胆坚持对着伊信仰，接受伊的治理。照着伊的话来行，咱就受起造，通成做上帝的家。伊有所书第2章19节到20节讲，对当以后，恁无搁再是出外的人，恁是甲上帝的国共百姓，恁是上帝厝内底的人。即个上帝的家内面有上帝的真理，伫先知甲使徒的地基顶悬来起造，有耶稣基督本身来成做。这个家庭介重要的一个奠基石，整个的建筑物靠着耶稣基督来连接、来结合，渐渐扩大，成做一个圣殿来归属伫主。咱若甲伊三角结连，咱就靠着圣神得到帮助，咱会通起造成做上帝的神所徛起的所在。教会若无上帝的神伫内面，这个教会袂通成做上帝的家。教会会通称作是上帝的家，因为这个所在有人咧追求信心，这个所在有人要照信心的话，照信心的感动，伫这个所在来服侍上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教会是永远上帝的家。咱有讲一位上帝做咱的阿爸爸，伫这个家庭中间，咱毋是要照咱家己的意思，照咱家己意思在行，咱是照天父上帝的旨意来行。天父上帝旨意是上帝的家介重要的一个原则。咱若是要照咱家己的意思，较赢伫天父上帝旨意的时阵，你就是毋是上帝所欢喜的囝。教会是上帝永远的家，咱有共一位耶稣基督，伊做咱的主，嘛做咱的兄弟。伊甲咱同在，甲咱同行，也甲咱同工来治理上帝的家。伊教是咱一个要紧的代志，就是讲恁着彼此相疼。也彼此相服侍。教会做上帝的家，该清楚的一个记号，就是遮的人，因是亲像兄弟姊妹同款，彼此相疼。彼此相疼，该清楚的一个行动，就是会通彼此来服侍。个人毋通单顾家己的代志，也着顾别人的代志。家庭每一个成员，同齐来分享生命欢喜，也同齐来分担服侍的重担。教会是永远上帝的家，因为咱有共一位圣神，这个圣神踮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，见证咱真正是上帝的儿女，咱是上帝家中间的一份子。这个圣神也将所需要恩赐赏赐予咱，互咱当伫上帝的家内面来服侍伊，也彼此来服侍，彼此来造就，来起造耶稣基督的身体。圣神的疼的气力，会通将咱结连做伙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当你来到伫教会时阵，你知教会是上帝永远上帝的家无？咱就同齐来起造 CTPC， 成做上帝的家，互人来到伫这个所在，通真正找到属灵生命归属。
互人伫这个所在领会天父上帝的疼，认捌上帝的旨意，教着真理，互人伫这个所在会通拄着耶稣基督，接受耶稣基督，成做伊的救主，成做伊的兄弟，成做伊生命的一个典范。互人伫这个所在会通感受着圣神的同在，互圣神临到伫的生命内面，也有圣神来引带，会通成做上帝所欢喜的儿女。大家亲爱兄弟姊妹，互咱甲耶稣同做成做一家人，得到天父上帝疼，也伫这间教会中间尽心尽力来疼父上帝。互咱伫这间教会中间得到耶稣基督的疼，也照着伊的教示，咱就彼此相疼，疼你的兄弟，疼你的姊妹。当你感觉某一个兄弟、某一个姊妹真讨厌的时阵，唔通袂记着，伊也是天父上帝的儿女，伊也是耶稣基督用宝血同价所赎回的。伊是你的兄弟，是你的姊妹，唔是你的对敌。咱就甲耶稣同做成做一家人，也互咱伫耶稣基督内面彼此相疼，来相款待，用疼来彼此相服侍，才能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称你做阮的阿爸爸，是因为你的独生圣囝教导阮，就安尼来称呼你。阮原本是一个罪人，未堪值称呼你圣神的名，佫较未堪值称你做阮的爸。总是已经通过耶稣基督赦免阮拢总的罪，互阮会通接纳伊，来相信伊，也得到你的竞选，来成做你的儿女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你佫赏赐教会伫这个世间中间，互阮会通经验到天顶属灵的家这款的欢喜，互所有敬畏你的人、疼你的儿女，会通伫这个所在找到兄弟、找到姊妹，会通甲所有兄弟姊妹同心合意，伫这个所在来敬拜你、来服侍你、来荣耀你。阮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知影安怎伫这个爸上帝大家庭中间安怎行，会通得到你的欢喜，得到你的祝福。阮若所行所做有得罪你的，也恳求你用你的圣神光照阮，互阮毋通亵渎圣神的时阵，家己也毋知。互阮伫你圣神的光照内面，阮的生命通得到改变，通互阮伫你天父上帝的家中间，会通成做你所欢喜的儿女。奉耶稣的名祈祷。总有一梦想，我的心，我的力量，我会当存在你旨意，我将你维护。
真心所归来，我会当勇敢向前行。我知有时我会全照顾又错，求你祝福我无行袂路。我需要你，我伫我生命中。我一生会活出你旨意，我会当正做你欢喜的囝儿，我一生会当彰显你的光。我需要你，我伫我生命中，我一生会活出你。